Hello， 歡迎收睇《葵恩生活雜誌》，我係楚琪。今期節目呢，我哋將鏡頭對準我哋生活廣播電視台2017年第一場嘅公益活動——國際特級記憶大師最強大腦黃勝華嘅記憶分享會。相信大家啦，對於呢一位嚟自江蘇衛視最強大腦嘅新會籍選手，記憶依然猶新啦。佢從100個包當中隔皮識餡呢，實在令人覺得非常之神奇啊！我而家呢，就身處喺區青少宮嘅門口，咁稍後呢，喺入邊嘅演播廳入邊呢，佢將會同400幾名嘅觀眾呢嚟一次近距離嘅接觸同埋交流啊！我哋入去及一及先啦。Hello， 華仔，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啦。今日咧打算點樣喺短短嘅個幾鐘入邊，將你嘅記憶功力傳授俾我哋咧？我希望呢次咧透過我自己一個方法嘅介紹，同埋現場有啲觀眾會參與到呢個方法入邊，等佢哋可以體驗到呢個方法。今次活動一經報道之後，隨即亦都引起咗一輪搶票熱潮。但鑑於呢度嘅座位只有400幾個，所以我哋電視台亦都馬上作出行動，透過雙日新會微信公眾號作實時直播，務求令到更多嘅觀眾能夠收睇到呢一場分享會，睇下佢哋準備成點先。Hello， 曉霞。Hello， 楚琪，你好。準備好未㗎？準備好㗎啦，而家我喺度準備緊一啲陣間會問佢嘅一個問題咯。有採訪喎，採訪華仔喎。係啊，陣間咧就會問佢一啲網友最想問嘅問題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睇住我哋嘅直播啦，咁一邊玩嗰個彈幕啦，咁仲會贏取一啲阿華仔親筆簽名嘅禮品㗎。其實今日咧點解會帶2位小朋友過嚟睇嘅？想帶佢哋見識一下啦，最強大腦啦，我哋衝住咧睇下點樣開發小朋友啲大腦啊，咁樣過嚟嘅。學佢啲記憶方法，然後參加最強大腦。好，咁你有冇嘢想問佢先？有咩想問佢？我可唔可以拜佢為師傅？咁犀利！其實點解今日會過嚟嘅？支持一下師兄咯。師兄嚟㗎。印象當中呢，華仔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啊？女生先說吧。他是一個比較可愛又有點內斂的一個男生，然後他很努力，平時學習很努力，然後呢一直就是在我們就是同學當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都很厲害，對，很厲害。在你印象中？在我印象中，我覺得黃勝華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努力，而且特別有毅力的人。因為對於記憶方法來說的話，在後期的訓練其實是有一些枯燥的，但是他能堅持下來，我覺得這個非常棒，非常棒。今次咧第一次同記憶大師合作，有咩感覺啊？喂，真係我中環蘇壇呢20年，我真係第一次喎，好緊張，你知唔知啊？因為我好驚國際級人物，即係啲記憶大師，哇！你記錯晒啲台詞啊，即係咁都記唔住㗎，我會好丟架，你明唔明啊？你唔會事先請教下佢點樣記住啊嘛？你知唔知啊？即係不斷咁討論緊咧，即係今次，因為畢竟係一個相當之難得嘅機會，可以俾咁多人一齊同記憶大師嘅一個正面嘅接觸嘅話，我覺得好多嘢溝通，希望完美啲呈現咯。佢俾你嘅印象係點啊？其實咪靚仔咯，唔係傳説中嗰個香港明星咁嘅樣嘅咩？係啊，仲要有腦喎！你諗下幾難得，嗰個就係得個 body 嘅啫嘛，佢有腦喎。咁企喺你隔離，你咪霎時間會唔會覺得有啲失去晒光芒？我成日你唔係乜？我成日覺得個電台都算係即係睇得下㗎嘛。好似係。係咪啊？國際特級記憶大師、亞洲最強大腦黃勝華記憶分享會現在開始，有請最強大腦黃勝華。你好，同我哋現場嘅所有朋友打聲招呼嚟。大家好，非常高興今日喺呢度可以同大家見面。我知道咧，好多個朋友都好期待，就係話啦，究竟喺現場去感受呢一種努力所迸發出嚟嗰種能量，又係點樣一種嘅感受呢？所以咧，阿華仔喺我哋接受成個訪問嘅過程當中之前呢，不如我哋 social call 咧。咁啊，每一位朋友會講4個數字，我哋總共係16位嘅，一邊揾8位。OK， 好。係嗱，就不如咁樣啦，呢度順住落去。每一位講4嘅數字，稍後咧佢會全部背翻晒出嚟。1735 2784。哇！
一上嚟，華仔就要向大家展示佢嘅功力。64個無規則嘅數字可以用幾十秒就記住咗，係真唔係㗎？好啦，我哋俾1分鐘嘅時間咧，阿黃勝華、阿華仔咧去記一記。據講我哋平時咧人類咧，如果係可以開發到你嘅腦袋嘅即係5%咧，咁啊將呢個可以啦嘛？哦，真係㗎！哇，1分鐘已經可以。即係首先我提嘅問題先啦，就係你順住一橫一橫咁過，將佢全部複述俾我哋聽咯。好嘅，咁我先監督住每一次。好啊，173527845231532532，731373131323232421930974297209274521。哇！你知唔知呢個過程咧，我毛管都凍埋嘅，真係好似係見證一啲 amazing 不可思議嘅嘢咁樣，真係一字不漏啊！咁有冇可唔可以高難度啲得翻轉頭咧？我試下啦。試下係嘛？俾掌聲好嘛？12395125398525372548795372531。多謝。好犀利啊！倒住背都難唔到佢添，唔知究竟有咩秘訣呢？聽下華仔點講先。教我哋現場嘅朋友一啲嘅方法，然之後咧就會請啲嘅朋友仔上嚟咧接受下挑戰嘅。好，今日嘅話，我為大家帶嚟咗一個比較簡單一啲嘅記憶嘅方法，叫做故事聯想法。上邊係有大概20個詞，我依家就教大家簡單記一次，再複習一次。咁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將佢完全記低落嚟㗎啦。咁大家咧就依家先配合一下，就係我每講一個詞嘅時候，我每講一個動詞嘅時候，大家將屏幕上邊嘅詞講出嚟，好唔好啊？好，咁依家大家自己想像一下，自己腳下邊踩住一個咩啊？足球。咁將呢個足球踢到邊個隔離？阿姨隔離。咁嗰個阿姨喺度攞住咩啊？小刀喺度切咩啊？咁切蔬菜，咁佢要切俾邊個食咧？好，咁切俾哈士奇，哈士奇食飽啦，咁佢去邊啊？去電影院喺度睇電影，咁邊睇就梗係邊飲可樂啦。咁飲完可樂，佢又去邊度啊？聯合國，聯合國揾邊個？揾豬八戒做咩啊？約會，咁佢哋去邊度約會啊？去約會，佢哋去依次去坐咩？坐火箭。去到邊度？去到新會睇咩啊？睇奧運會，睇到上邊有好多人喺度跳舞，咁跳到塵土飛揚，咁把邊個都嚇走咗啊？乞兒嚇走咗，佢坐咩走咧？咁邊坐車邊喺度講咩啊？講得好難聽，好難聽，咁邊個都嚟揾佢啊？捉咗佢去邊度啊 ？OK， 咁華仔帶住大家記憶一次之後，呢兩位小朋友就話要上嚟挑戰下，順住背 so easy 啦。順背完之後，兩位小朋友話要向高難度挑戰，唔知倒住背佢哋又表現成點呢？你哋覺得倒住背得唔得咧？倒住背得唔得？不如嘗試一下啦。嘗試下啦，不如係啊，已經好勁噶啦，啱先都
倒住，我哋可以攆翻轉頭嘅故事，諗故事倒翻轉。係啦。如果唔識，我再提醒你哋。係啦。好，咁我哋先嚟。首先呢一位好有自信嘅小朋友試先。培訓警察英語汽車唔係係黑衣塵土飛揚跳舞喺邊度跳？喺邊度睇到？奧運會心會火箭興奮約會豬八戒聯合國可口可樂電影院哈士奇蔬菜小刀阿姨足球。哇！培訓警察英語汽車黑衣俾咩嚇走咗係啊？黑衣塵土飛揚跳舞奧運會新會火箭興奮約會豬八怪聯合國可口可樂電影院哈士奇蔬菜小刀阿姨足球。好正啊！經過華仔嘅教路，我都可以通過故事聯想記到呢一堆字啦。唔知電視機前面嘅你哋有冇掌握到方法呢？今日嘅話就同大家簡單咁講下呢個英語單詞嘅記方法。咁我哋先睇下第一個方法，叫做字母編碼法。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上面呢個單詞啊 ，GLOOM， 其實佢係憂鬱咁嘅意思嘅。我哋可以將佢拆分，我嘅想法咧就係諗 GLOO 似一個數字，有冇諗到？大家有冇諗到係一個咩數字？好聰明啊！91009100。咁 M 我就可以諗成係米嘅單位，係咪啊 ？M 係米嘅單位，咁呢個 GLOOM 我就可以諗成係9100米。咁9100米再同呢個意思憂鬱呢個聯想起嚟，你可以大家有冇啲諗法啊？假如我叫你跑9100米，你會覺得好憂鬱。好，咁我哋就可以將呢個單詞記咗落嚟啦。原來只要揾啱方法，記英語單詞都唔再係難事。如果我早幾年識佢就好啦。咁喺你嘅了解同埋印象當中咧，佢係一位點樣嘅學生？佢好陽光，好中意體育。我自己嘅話咧，印象當中最深刻嘅就係佢喺一中嘅校運會奔跑嘅樣咯。因為佢每一年嘅校運會都會參加400米同埋1500米嘅，所以係體育健將嚟喎。係。咁學習上邊咧？學習上邊佢都比較認真啦。不過咧，可能當時嘅方法方面有啲欠缺吧，所以學習成績嘅話咧就一般般。所以今日見到佢有咁嘅成績，其實都好欣慰啦。係特別開心。阿黃勝華同學佢能夠取得今日嘅成績咧，我希望咧能夠利用佢嗰種記憶模式、記憶方法，或者講科學嘅記憶方法咧，就即係學到少少之後咧，就教翻俾啲學生，或者咧。就我哋有機會咧，可以請佢翻去咧，就做一做講座。今次分享會好成功喎！嗱，頭先見到你喺台上面都好淡定喎，係咪啊？因為可能依家出去見識多咗啦，所以可能會自然啲。咁仲有今日見到好多嘅觀眾都係家鄉嘅朋友，有啲係自己嘅同學啊、老師啊都過咗嚟，所以有啲興奮咯。會唔會咧都同自己面對媒體多咗咧，所以會令到膽自己都大咗咧？咁呢個有一定嘅相關聯，有一定嘅可能。同埋咧，好似你最近亦都有接受一個好重量級嘅節目嘅採訪，係咪？係啊，但係最近嘅話有接受到呢個央視嗰個走近科學呢個欄目嘅一個小嘅採訪。走進科學會唔會係研究下你嘅大腦點解記得咁勁啊？佢主要係介紹得下呢個大腦，即係依家國家對呢個大腦開發嘅一個重視。咁入邊會介紹到我哋呢個腦力錦標賽。
嗱，今日咧亦都見到現場觀眾啦，好似係咪特別之熱情咧？我哋嘅家鄉人係咪啊？係啊，因為大家可能見到台上面嘅都係生活人，所以覺得特別親切、特別熱情。而且你都係我哋生活人嘅驕傲啊嘛！好啦，生活電視台2017年首個公益活動咧，亦都好開心請到最強大腦選手黃聖華啦，同我哋分享咗佢嘅記憶方法，咁亦都圓滿成功啦！好嘢，多謝晒！你做咩？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你先至有機會去做得好好。係，明白。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如果你係揾到一個自己興趣嘅方面嘅嘢，如果係學習，梗係最好啦。係，明白。你如果唔係學習呢，都冇關係，只要你堅持去練習，堅持將呢樣興趣嘅嘢做到最好，咁總有一日你係可以攞到成功嘅。